嗨，大家好，我是躺平叔，今天是2020年8月17号。这一期我们继续聊聊恒大清盘，聊聊中国的房地产。今天国家统计局官网发布了2020年7月70个大中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变动情况。当然了，它还公布了很多数据我们一项一项来看。先从投资来看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1到7月份。全国房地产开发投资43009亿元，同比下降19%，也就是房地产投资这块跟去年一比下降了20%。其中住宅投资33172亿元，下降19.1%。1到7月份，房地产开发企业房屋施工面积557572万平米，同比下降12.7%，都是两位数下降。其中住宅施工面积3387051万平米，下降13%，这是同比房屋新开工面积26700万平方米，下降24%。其中住宅新开工19490万平米，下降25%。房屋竣工面积19195万平米，下降23%。其中住宅竣工面积13443万平米，下降25.5%。什么意思就是盖好的房子，竣工的房子，同比跟去年比，这1到7月少了1/4。那你这新房子就稍微再多卖一点，那库存就降下去了。1到7月份，新建商品房销售面积45021万平米，同比下降11.8%。其中住宅销售面积下降12.7%，商品房销售额42718亿元，下降13.1%，其中住宅销售额下降13.2%。你看住宅销售面积下降12.7%，住宅销售额下降13.2%，也就是房价新房价格是稳中有降，没毛病吧？销售额的下降速度比销售面积下降速度快呗。都是住宅1到7月份，这就是新房，所有的数据都是两位数下降，这什么概念？首先一个我们就要知道，这个竣工的房子越来越少，这样它是要控制库存，要不然库存越来越多因为这边新房卖不动那你那边新房对吧，成批的都盖好了，那更卖不掉，所以它是控制，也就是开发商或者是开发商自己自愿的。不约而同自发的不再去盖房了，减少盖房，要么就政府调控，不让你多盖，反正这个都会导致什么呢？导致大家你都不盖房了，你买地干什么呢？那肯定不买地，对不对？那就会导致政府收入对吧？土地财政两位数下降，这是互相印证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你都不卖房子，新房卖不掉，那你说那些开发商他的日子会好过吗？卖房子都两位数下降。房价还在降，所以这些暴雷的开发商遇到资金问题的开发商是越救越麻烦，只能这么说，对不对？那整个大盘子都是萎缩所以你说万科它能轻松得了吗？轻松不了这是我们的一个通过国家统计局数据我们得出个印象，就是暴雷房企日子是越来越难过，新房价格是一年比一年低，现在还在下降。房企为什么累我们再看这个龙湖对吧？在我们的印象中你看民营房企到现在它没爆雷，它是硕果仅存的，对吧？几个没有爆雷的之一。按理来说它也是上好学生是吧？是个标杆。但是龙湖也发了它的今年的半年报。龙湖集团发布盈利警告，什么警告预计2020年上半年公司拥有人应占溢利，就是利润18亿元，核心溢利只有0.5到1亿元，就是5000万，较2025年同期32.2亿和13.8亿元明显下滑，也就是这个2025年上半年呢还能赚13.8亿，结果今年上半年只有不到1亿了。这1亿呢，说不定还是做出来的你害怕你要稍微不注意，不就亏损了吗？亏损那就更难看了，那就不及格原因什么呢？主因地产市场调整，存货去化，开发业务结算收入及毛利下行，
也就是龙湖集团这样的一个扛了5年的这个民营企业，恐怕下半年就要亏损了。上半年好不容易盈利1个亿，下半年呢？明年还能扛得住吗？另外啊，天眼查法律诉讼信息显示，近日融创房地产集团有限公司新增一则恢复执行信息，执行标的21.3亿余元，执行法院为江西省南昌市中级人民法院。21个亿啊，这只是九牛一毛，冰山一角。我讲这个什么意思？就讲根据统计局这公布的数字，我们能想到啊，这些房企是在水深火热之中，房企并没有啊说危机解除，警报解除，反而房企还现在正在滑向深水区啊！你只要房子卖不掉，那必然是这个结果。我们再看啊，那70个大中城市新房、二手房到底什么情况呢？这还是国家统计局的数字啊，也就是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字，而且啊非常详细，所以我们多聊一会儿啊。你拿国家统计局的数字没毛病啊。8月17号下午，国家统计局官网发布2020年7月份70个大中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变动情况和2020年1到7月份全国房地产市场基本情况统计数据。这个也就是1到7月份的啊，全国房地产市场的一个成绩单公布了，大家看一看这个成绩单满意还是不满意？2020年7月份呢，70个大中城市一线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总体上涨，2、3线城市环比下降，1、2、3线城市同比降幅总体继续收窄。他这说的大家明白了吧？就是说1、2、3线城市啊，同比都是在下降，只不过降幅小了一点啊，同比跟去年比。那么跟上个月比呢，叫环比呢，2、3线城市是下降的，但是1线城市呢，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还是上涨的。哎，这个得搞清楚啊。具体来看啊，1线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总体上涨，2、3线城市环比下降。就是大家记住了啊，2、3、4、5、6线啊，就往下这环比、同比都在下降，记住就行了。那么只有这4个1线城市同比是下降，但是环比呢，有的降有的升啊。那这就是我们对全国70个大中城市的楼市的一个大概印象。也就是除了那2、3个城市啊环比是涨之外，剩下的所有的城市同比、环比都是下降，只不过是降幅啊小了一些。7月份1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由上月涨0.1转为持平，也就不涨了。新房销售价格它也涨不动了，你就是送面积，你就是对吧？什么4代住宅，那它也涨不动了。其中上海、广州和深圳分别上涨0.2、0.1和0.2，北京下降0.3，含义还是从北京开始是吧？北京还是下降的，所以说北京马上出台政策也能理解啊。上个周五出政策嘛。2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由上月持平转为下降，3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下降 0.3%， 降幅与上月相同。70个大中城市中，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或持平城市23个，比上月增加2个。这个增加几个城市没什么意义啊，我们只看这个，也就是新房里面啊，上海、广州、深圳环比还是涨的，比6月份还好一点，但是北京是下降0.3个点。那剩下的2线、3线城市新房环比那都是不行啊，继续往下跌。1线城市二手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0.2个百分点，涨幅比上月回落0.1个百分点，也就是其中啊，上海、广州、深圳分别上涨0.3、0.4和0.2，北京持平。2线城市啊，也是上海、广州、深圳是涨，但是它涨幅小了，涨不动了。环比啊，北京的环比是持平，所以北京这个新房、二手房环比啊，在1线城市里面都是最差的，垫底。所以大家就能理解啊，上周五啊，突然出台政策，原来是他们早就知道数据了啊，不理想。这个1线城市里面，新房、二手房就是北京表现最差。
你不要看这成交套数还可以，但是价格已经跌得稀里哗啦，守不住啊。那么2、3线城市二手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下降 0.3 和 0.4， 降幅均与上月相同。就二手房这一块啊，2、3、4线城市还是继续按上个月的速度下降，就这意思。谁也拦不住，你怎么拦，对吧？出什么政策没用，人家是迈着六亲不认的步伐继续下降。这是环比啊。那么接着看同比，就跟去年比，7月份一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同比下降 1.1%， 降幅比上月收窄 0.2个百分点。其中北京、广州、深圳分别下降 2.3、2.2 和 2.9个百分点，上海涨 3%， 也就是上海特殊啊。这回跟同比的话，上海一个人啊独树一帜，剩下的北京、广州、深圳都是下降。二线城市新建商品房销售价格同比下降 2.8%， 降幅收窄 0.3个百分点。三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同比下降 4.2%， 降幅与上月相同。这是同比的新房。那二手房同比呢？这个也就是去年7月份你买房，那你现在应该多少钱了啊？7月份一线城市二手住宅销售价格同比下降 3.1%、3.7%， 降幅比上月收窄 1.2个百分点。这个就是降得慢了一点啊。其中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分别下降 4.5%、2%、4.7% 和 3.6%。2、3线城市二手住宅销售价格同比分别下降 5.1% 和 5.8%， 降幅分别收窄 0.3和 0.2个百分点。好了，也就是你去年啊7月份你在上海买了个二手房200万，老婆小吗？那么今年啊你的房子已经少了4万了，跌了2个点嘛，没有涨啊，少了4万。那北京呢？北京少了9万，同样都是200万的房子啊。广州呢？广州少了 9.4 万。深圳呢？深圳少了 7.2 万。就是你买个200万的房子，不好意思，对吧？你这 7.2 万已经没了。那2线、3线那就更惨了，都是下跌啊。所以说你非要说涨啊，那什么房子涨了呢？首先是上海的新房、二手房环比它都是涨的，同比呢，上海的新房是涨的，比去年涨了 0.1个点，对吧？涨了3个点啊，上海的新房同比涨3个点，所以上海比较特殊啊，上海就是二手房同比下降，然后剩下的什么同比、环比都是涨，只有二手房同比是下降的，二手房环比也是涨，新房环比也是涨，新房同比也是涨，就是上海。那剩下的那北京呢？新房、二手房都是跌，环比、同比还都是在跌啊。剩下的2、3线、4线城市，那就是同比、环比、新房、二手房都是跌啊，无一例外。上海为什么会表现特殊，咱也不知道啊。反正上海就是那样，新房价格涨，上海现在卖的好的都是豪宅，是不是？它这豪宅30万一平，所以你看上海的二手房，恐怕更能说明问题。二手房同比是下降，环比略有上涨啊。好了，这就是国家统计局啊给了这个7月份70个大中城市新房、二手房环比、同比一个走势，大家自己判断啊。你现在房地产什么个情况？一线城市内部连续3涨1跌的分化格局，就是上海、广州、深圳涨，北京跌，这也是北京为什么啊紧急出台救市措施的原因。市场整体啊仍在边际修复，梯队分化进一步加剧，自上而下呈现出横盘，再到微跌，再到下跌，就是先横盘，然后跌一点，然后加速跌完之后再横盘，再横盘之后再微跌，再微跌再下跌，那就是一个台阶一个台阶慢慢下呗。二手房修复快如新房的特征依然存在，但修复动能有所回落，市场底部夯实仍需要时间。这是上海安居客他给出了一个结论啊。所以这个你再看北京商报这个报道，那就显得有点，对吧，不合时宜了。北京商报他今天报道，他说啊，北京部分二手房业主涨价，你还往哪儿涨？你这个国家统计局给的数字，无论是新房、二手房，北京的啊，环比、同比都在降，你还涨价，你这真叫顶风作案呢，这不想卖呀。
我们看北京商报怎么说的啊？说北京楼市啊，新政首周低总价小户型放量，优质房源业主尝试上调挂牌价。北京楼市新政落地首周啊，二手房市场正发生微妙转变，客户关注点已从电话咨询政策细则逐步转向实地带看与实际成交。近日说，北京商报记者走访多个区域二手房中介机构，了解到新政进一步推高市场热度，一些中介门店二手房周末带看量环比增超40%，低总价小户型率先放量，部分经纪人1小时可接到10余通购房咨询来电，当晚收到3组次日带看预约。说政策效应持续释放，显著影响买卖双方预期，部分400万元以内刚需房源在公积金贷款额度上调后啊，几乎可覆盖单套房源房价直接降低了购房者置业门槛。一些地段优质、配套完善的房源业主开始收回溢价空间，甚至小幅上调挂牌价，试探市场反馈。业内人士表示，受网签数据滞后因素影响，当前市场行情将逐步反映在9、10月网签记录中。成交量回暖的背后，是北京楼市新政对购房群体与二手房业主市场预期形成实质性支撑。东城区和平里片区某头部中介机构经纪人张婉向北京商报记者表示他说，在北京楼市新政出台前，二手房市场已逐步趋稳，今年以来该片区买卖双方溢价空间稳定在5%左右，部分优质房源溢价空间更为狭窄，价格博弈趋于平缓。北京楼市新政出台后这一市场默契被打破。这实施次日，地坛周边一小区的业主便主动联系张婉，提出将其房源挂牌价小幅上调10万元。尽管调价幅度有限，但在张婉看来，这类试探性调价本质上反映出二手房业主对政策托底效应的信心。这个新政后首周成交一套房源为例，新政前同户型房源业主报价基础上一般能谈下来8万到10万元，新政后业主愿意让利的空间少了2万元左右。本次成交客户为刚需，此前选择组合贷240万，新政后能享受公积金贷款利好，核算后30年贷款每月能少还300多元，结算利息节省的利息11万元左右。送完资金账后客户愿意接受业主小幅上调报价，最终顺利成交。看一看国家统计局公布的7月份北京楼市的这个情况，我是建议业主你也想卖赶紧，对吧？趁还有人问，你赶紧降价卖吧，你还涨价，这真的要打逆风局是吗？要逆风飞扬吗？这个野村证券的陆挺他说AI 时代加剧房地产市场双重 K 型分化，什么意思呢？他说在2020年博鳌论坛上，野村证券中国首席经济学家陆挺指出，全国房地产市场仍处于探底过程中人家说了现在还在探底。上半年多项指标同比下滑幅度超过2025年全年。实际上对吧？实际上这数据都不好看，但是被媒体一忽悠被很多炒房中介对吧一忽悠，很多业主都不明白对不对？赶紧还涨价。实际上这数据是恶化了。这个野村证券陆挺都说了对不对？各项数据指标比2025年还要差。然后这个陆挺他认为AI 时代将加剧双重 K 型分化，人与人之间、城市与城市之间的财富和楼市修复差距将进一步拉大。AI 产业高度集聚于北京、上海、深圳、杭州等少数城市，形成强烈的虹吸效应，难以在短期内普遍拉动全国楼市。核心城市局部回暖不代表整体复苏。如果说这只是陆挺个人这个观点，或者是野村证券一家机构的观点，不足为虑是吧？但是财新网它也有这个观点。财新网呢这么说的财新周刊他说年中地王朝再现，点状高热不等于全面回暖。7月30日高层会议
将稳定房地产市场纳入切实筑牢安全屏障框架后啊，核心城市土地市场热度迅速攀升。8月以来，北京、上海、广州、深圳、杭州等地优质住宅用地接连高溢价成交。北京海淀四季青地块啊，经130轮竞价，以97.61亿元成交，刷新2020年总价与单价双料地王。上海杨浦地块以161亿元成交，但是啊，财经周刊他说啊，此轮点状高热，就点状啊，它不是成一个面啊，这那一大片全是，它是点状，每个城市哎这儿出来一个地王，那个出来一个地王。他说这种点状高热不等于全面回暖，为什么呢？全国300城上半年住宅用地成交面积同比下降24%，出让金下滑31%，资金正加速向更具确定性的核心资产集中，也就是你这各个地方搞个地王出来救不了房地产，对吧？这总体上啊，全国300个城市上半年住宅用地成交还是下降了30%啊。这个房地产啊低迷，也让这个房地产上下游的这些产业啊，这些从业者、员工啊，也是这几年是日子是一天比一天差，这个没毛病吧？网上大量的啊，这还不算这个小的这种企业，建筑企业、施工企业，都是央企啊，什么中建、中铁，大量的央企裁员的帖子啊就满天飞。裁员之前实际上都已经搞了好几轮这个降薪，对吧？然后就什么只发最低工资，然后后来就放假回家，后来干脆就裁。这种帖子啊在网上特别多，都是啊大的设计院和那个建筑央企。网上有个帖子啊，说啊北京北建院大降薪，如何维权？你看看，就这样的帖子就出来了，也维权了。工作5年，中级职称。现在北建院被首开合并了，刚合并就降薪，领导说是出了新的考核评级制度 ，A 发工资总额的1.05倍 ，B 发1，C 发0.8，D 发0.6，就是系数啊。我们院被评了 D， 全院工资打6折，到手工资多少呢？大家想一想，这到手工资多少啊？北京北建院呢？到手工资2600，他说北京啊，北漂人根本没法生活，找院长协商恢复薪资水平无效。院长说啊，是对你们太好了，别的院之前发那么长的2420元，怎么就没事？这干2600一个月就不行了，一定要走就按主动离职，不给任何补偿。最近查相关法律，认为属于违法降薪，可按被迫离职，并要求补偿金。求助有维权经验的小伙伴应该如何处理？你看看啊，这院长说啊，你看别的院只发2400，发了2年了都没事，怎么到我们这儿发2600，你们还要闹事？就我们已经坚持了很长时间了，对不对？今年实在扛不住才发2600，人家2400都没人闹，说明什么？说明没有最烂，只有更烂，对吧？大家越来越差。大家也知道啊，现在维权的这些人，现在就嗷嗷叫的这些人，实际上当年都是985啊，能去这些央企、北建院，对吧？你学校差点还进不去啊，都是985，最次也211才能进。结果这些人你看看现在，这就是那个谁，对吧？那个谁前几年鼓吹的啊，要考什么建筑土木，30年河东，30年河西，谁知道明年吹什么风呢？今天我在网上看了一个帖子，说我家的房子租不出去了。他说啊，我有一套市中心的小户型，位置好，面积小，总价低，位于学区，租金回报率在同地段里算不错的。从第一次挂牌到现在，几乎没断过租客。上一任搬走，下一任隔几天就进来。我一度觉得这房子天生带租得出去的体质，对吧？这种信仰也破了啊！直到今年啊，现实给了他一耳光。上一任租客是一位陪读妈妈，高考结束他们就退租了。我照例打扫干净，拍了照片，挂了3个中介，心想最多空个10天半个月，
7月中旬怎么也能租出去了。对，他这房子恐怕就是租给那些陪读的，对吧？人，学区房嘛，往年都不愁租啊，今年就碰到邪性了。可是啊，8月都过了一半了，没有一个人来看房。中介给我的反馈越来越简短，今年市场不好，你们小区空房太多了，交通方便了，租客选择多了，保租房市场份额在增加，很多人选择找政府租房子。3个不同公司的人口径像对口台词一样统一。我一开始不相信，觉得中介不上心，后来自己在网上搜了一圈，发现我们小区同户型挂牌量翻了1倍都不止，租金比去年低了将近1成，还在往下走。我开始慌了，以前稳稳当当的一条现金流突然断了，你不知道它是暂时波动还是永久性变化，你也不知道是该降价还是该继续等。降价怕亏，等又怕越等越久。朋友劝我要不交给包租公司算了，我想都没想就拒绝了。包租公司是什么套路我很清楚，长期压价赚差价，我不愿意把房子交给包租公司，我只有给中介发信息，让他们帮忙多推推。中介说啊，我尽力了，带看量确实不行。说实话啊，我都接不到那个中介给我打电话了。我以前呢，前几年啊，那个中介这不一个电话接一个电话的，就打人，哎，哥，你那房子租出去了吗？啊，有人说，哎，我是哪个中介，你那房子，其实我没有给中介挂过啊，我根本就没有在中介那儿，或者要挂也十几年前挂过，对吧？这么多年我从来没挂过，为什么呢？因为我租给那个蛋壳还租了3年，蛋壳一走，然后就给那个建信投资啊，就是建行下面的建信租赁。租了4年，还是5年，4年，我都是长租啊，就中间都没有跟什么中介联系，我中介也没，但是老是接到这样的电话，但是现在已经接不到了啊，现在没有中介给我打电话，为啥呢？其实我就知道了，那肯定是北京租房市场不好啊，中介给房东打电话就说明中介手上他房源少，对吧？好找他租房人多，他赶紧到处找房源呢。中介不打电话什么意思？那就说明这个房源多而租客少，所以这房东接到这样的骚扰电话就少了。以前还经常接到你这房子卖不卖啊，对吧？就开始就忽悠你卖房的，现在也没有了。为什么呢？你把房子真交给他，他也卖不掉，对吧？他手上房源多的是，没人买。所以说对中介来说，他是缺客户，他不是缺房源，所以说房东就很少接到电话啊，这个现象非常明显啊。中介啊给我看了一些数据，成都今年的租金确实在跌，而且不是小跌，是连续性的下跌。保租房大量入市，把原本属于个人房东的年轻租客劫走了大半，再加上20房卖不动，很多房东弃售转租，市场上的供给一下子多了好几倍。你现在面对的不是能不能租出去的问题，他说啊，而是愿不愿意接受租金要比去年低一截，照片要比邻居好看一圈，付款要比保租房灵活一点，你不接受，房子就继续空着。我做出让步，把挂牌价下调了8%，付款方式从押1付3改成了押1付1。我不知道这套房子什么时候能租出去，也许下周，也许下个月，但我知道只要我愿意接受新规则，迟早会租出去。也就是现在还有人租，对吧？只是嫌你的价格、付款条件，对吧？未来有一天说不定都没人租了，你租客都找不到，那才叫麻烦的。因为它这个是学区房，学区这个概念还能活几年呢？未来3、5年恐怕学区的概念都没了啊，学区就没这概念了，你学区房有什么用啊？今天在网上看了一个段子啊，也是让人心酸呐。这个段子他这么说的，他说啊，一名79岁的老人去墓园，就是公墓啊，给自己的父母的墓地去交管理费。你说是吧？79岁给自己的父母交管理费，交完钱后，他问墓地管理员，他说如果我也不在了，我父母的墓地你们准备怎么办？管理员回答，按照无主墓处理。老人继续问，
具体怎么处理，管理员不再回答，老人也不再问，只是在自己父母的墓碑前独自坐了整整1半天。这个对话写得很有意思啊，也让人心情比较沉重啊。这个79岁的老人好像应该是无后，所以他就担心啊，他走了之后，父母的墓还自己的，那恐怕都是的吧，不知道怎么处理了。实际上这个答案不仅困扰这个老爷子，这个79岁的老人呢，连那个看守墓园的管理员那不一样也困扰他吗？是吧？那所有人都逃脱不了这个啊。在中国啊，墓地也是没有永久产权，对吧？你死了之后想永居，得靠后代有钱有心存续费。当然这是公墓啊，有的地方还是你就随便埋吧，自己找个地方埋。好像有的地方墓地好像一交是就是10年还是20年的吧，20年到期你就得接着交，不交就无主。无主怎么办呢？无主就把它挖出来，把位置让出来，对吧？给别人交钱的人住，你得把这挖出来，不知道那怎么处理？是倒掉了，还是说找一个什么地方给它集中堆放？这不知道，人家也不告诉你，反正无主。所以说辛辛苦苦为谁忙呢？还是要活好当下呀，活好当下每一天呢。你就是住2个亿一套的房子，你对吧？嘎了之后也得去埋那个墓地里面，后来再放哪儿也不知道了。对吧？过个不要说100年，过50年，什么情况谁也不知道了。所以说要珍惜当下，珍惜现在。好，这期节目咱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点赞、评论，谢谢大家。